大家好，我係小龍。今集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市場信號。美股最怕嘅未必係壞消息，真正最怕嘅其實係折現率回來。過去2年，美股其實消化咗好多壞消息，地緣政治緊張、油價波動、通脹反覆、AI 股短線大回調，市場都可以好快戒到理由反彈。點解？因為市場心入面一直有一個信念 ，Fed 最後會減息，美債息會回落 ，AI 盈利會繼續爆，大型科技股嘅現金流可以撐住估值。但係而家問題嚟啦，如果美債息唔跌反而重新上升，如果美元唔弱反而轉強，如果市場突然發現 Fed 未必咁快放水，甚至仍然有機會偏鷹，咁成個估值模型就要重新計過。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一句說話，股市唔怕壞消息，最怕資金成本翻嚟。因為壞消息可以靠情緒消化，但利率係會直接改變估值公式。美債息唔只係債券市場一個數字，佢係全球資產定價嘅底層分母。當10年期美債息升返去高位，投資者就會重新問自己：我買股票要承擔盈利波動、估值風險、政策風險，但我買美債已經有一個相對穩定嘅回報，咁股票繼續升憑咩？答案只有一個：盈利要夠強，現金流要夠硬，增長故事要真係交到數。所以大家見到今日市場唔係完全唔信 AI， 而係開始挑剔 AI。以前一間公司只要講 AI， 市場就願意俾高估值，但而家市場開始問 AI revenue 有冇落地，毛利率守唔守到 ，Capex 幾時回本，自由現金流有冇被侵蝕。呢個轉變好關鍵，因為 AI 股本質上係長久期資產，市場買嘅唔止係今年盈利，而係未來5年、10年甚至更長時間嘅增長。當利率低，未來現金流折返，今日仍然好值錢，但當美債息升，未來收益就要被打折，呢個就係折現率回來嘅意思。以前市場願意為未來俾好高價，而家市場開始問呢個未來到底值唔值咁貴。再講美元，美元強其實係另一個壓力。美元強代表全球資金仍然偏好美元資產，亦代表新興市場、亞洲股市、黃金、商品都會面對壓力。日元跌到多年低位，市場重新討論日本會唔會出手干預。表面上係日本嘅問題，但其實背後係全球資金成本同美元流動性問題。對美股嚟講，美元強有兩面。一方面，美國資產有吸引力，資金未必即刻離開美股；但另一方面，美元強會壓低跨國企業海外收入換算，亦會加重全球需求壓力。當美債息同美元一齊升，市場就會由無差別追高增長，轉去偏好高質素現金流、低負債、盈利穩定嘅公司。所以我講，美股牛市未必完，但由而家開始，升市已經唔再係低息年代嗰種無痛上升。呢個位置，我一定要講返我之前嘅判斷。早喺4月份，我已經同大家講過，今年2026年6、7、8月係一個好重要嘅風險窗口。當時市場氣氛好樂觀，好多人仍然覺得 AI、科技股、港股、韓股、日本股市可以繼續一口氣升上去。但我當時已經提醒大家，當市場經過一段長時間上升，估值擴張、槓桿情緒升溫，而宏觀不確定性同步上升，6、7、8月就好容易變成重新定價嘅時間窗。而家睇返市場第一段波動已經開始印證，我唔係話每日都估中升跌，亦唔係事後孔明，但我當時講嘅核心唔係單一壞消息，而係週期、利率、估值同資金成本一齊收緊。今日美債息升，美元強 ，AI 股波動，韓股同日股開始有壓力，亞洲市場資金流轉弱，其實就係同一條邏輯線。好多朋友私信我，話幸好之前有留意6、7、8月風險，避開咗部分跌浪，甚至把握到短線沽空機會。呢啲唔係運氣，而係你有冇早一步睇到市場背後嘅結構變化。股市最怕嘅，從來唔係新聞本身，而係新聞出現嗰陣，市場本身已經太貴、太擠、太多人同一邊。而家最唔健康嘅地方就係升市太集中。美股表面上仲好強，但大家要問一個問題，到底係整個市場健康上升，定係只係少數幾隻大型科技股、AI 股、半導體股撐住指數？如果一個市場只靠幾隻巨型股票推住上，而其他股票冇乜跟，呢種升市就唔係真正健康。指數可能創高，但市場廣度未必好。
散戶睇住納指標普高位，以為成個市場好強，但其實資金可能只係集中喺少數龍頭股入面。呢個情況好危險，因為當市場升幅太集中，一旦龍頭股開始回調，指數就會好容易失去支撐。以前係一堆股票一齊升，可以互相分散風險，而家係少數股票托住大市，變咗一跌就好容易牽一發動全身。我哋唔可以只睇指數，要睇市場內部結構。如果美股升，但升得太集中，唔健康。如果 AI 股升，但只係少數公司升，唔健康。如果半導體升，但上游成本 Capex 折舊壓力越來越大，唔健康。如果韓股、日本股市升得太急，但背後資金係靠美元流動性同風險胃納推動，咁一旦美元轉強，美債息上升，就要小心均值回歸。講到韓國，我要特別提醒，韓股近年升得好勁，核心就係半導體、記憶體、AI server、HBM、晶片週期，資金追韓股。其實好多時唔係純粹買韓國經濟，而係買全球 AI 供應鏈。當 AI 故事好，韓股可以升得好快，但當市場開始擔心 Capex 過熱、記憶體價格太高、AI 客戶成本壓力上升，韓股亦都可以跌得好急。尤其係韓股呢類市場，好多時週期性好強。半導體唔係永遠短缺，記憶體更加係典型週期行業。當大家都以為需求無限，供應追唔切，價格一路升，市場最容易忽略一件事：需求唔係直線上升，客戶會計數。如果成本升得太快，企業買唔落手，需求就有機會突然放慢。半導體週期最恐怖地方就係由供不應求變成需求放慢，往往唔係慢慢嚟，而係市場預期突然轉。你今日見到訂單好似好滿，唔代表半年後、一年後仍然一樣。當估值已經反映最好情況，只要之後好消息唔夠好，股價都可以回。所以韓股要小心，唔係因為韓國企業冇實力，而係因為市場已經將太多美好預期放入價格。當價格跑得比基本面快，就要小心均值回歸。再講日本，日股近年亦都好強，日元弱，企業改革，資金流入，海外投資者追捧，全部都推高日股。但日股有一個好大變數，就係日元同日本央行。日元太弱，表面上利好出口企業，但如果弱得太過分，市場就會開始擔心日本政府干預，亦會擔心輸入通脹。如果日本央行被逼慢慢正常化利率，日股估值亦都會面對壓力。好多投資者買日股係買弱日元、低利率、企業改革呢個組合，但如果其中一樣出現變化，例如日元突然反彈、日本利率上升、海外資金獲利離場，日股都會有均值回歸壓力。所以日本唔係冇機會，而係升咗咁多之後，要開始分辨邊啲係真正盈利改善，邊啲只係貨幣貶值同估值重估帶來嘅升幅。如果一個市場升得太快，太多人同一時間講同一個故事，通常就要小心。韓股係 AI 供應鏈故事，日股係改革加弱，日元故事。美股係 AI 巨頭故事，呢三個故事都唔一定錯，但市場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故事正確，價格太貴。所以我唔係話要即刻睇大跌，亦唔係話牛市一定完。但我想大家明白，當美股、韓股、日股都升咗一大段，而資金集中喺少數熱門板塊，呢個時候就唔可以再用追升思維去操作，要開始用風控思維。尤其係均值回歸。乜嘢叫均值回歸？簡單講就係升得太遠，最後會返去合理水平附近，唔係每次都即刻大跌。但當價格偏離基本面太多，偏離長期平均太多，市場遲早會用時間或者價格去修正。有時係橫行消化，有時係急跌修正，有時係先震走槓桿，再慢慢再上。但無論用邊種方式，市場唔會永遠偏離均值。所以今年下半年，大家要留意三個態：第一，美股升得太集中；第二，AI Capex 升得太快；第三，亞洲資金追得太滯。只要呢三個態一齊出現，就唔好再以為市場冇風險。而家美股最大矛盾就係盈利同利率同時拉扯。牛方會話 AI 盈利仍然強，大型科技公司現金流充足，企業盈利增長可以抵消高息壓力。呢個講法唔係錯，但熊方會話估值已經太高，市場集中度太大，如果折現率重新上升，任何盈利失望都會被放大。呢個講法亦都唔係錯，所以市場先會變得脆弱。
唔係話牛市即刻完，但係容錯率明顯下降。以前好消息可以推升10幾20個百分點，壞消息市場當無事。但係而家好消息如果唔夠好，估值都可以被重新計算。講到呢度就要接去第二個更深層問題 ：AI 資本會唔會無限擴張？呢個係今集最重要嘅主題。過去2年 AI 資本開支去到近乎瘋狂嘅階段。以前市場講科技股核心係軟件、平台、用戶增長，但今日講 AI 核心已經變成數據中心、GPU、電力、散熱、土地、融資同折舊。AI 表面上係智能革命，但喺財務報表入面，佢越來越似一場重資產工業革命。你要起數據中心，要買 GPU， 要搶電力，要做冷卻，要買地，要融資，呢啲全部都係真金白銀嘅資本開支。問題係資本開支唔係落咗去就完，每一粒 GPU， 每一座數據中心，每一兆碼電力，最後都要面對一樣好現實嘅事：折舊。我認為 AI 資本唔會無限擴張，唔係因為 AI 冇用，而係因為所有資本最後都要服從回報率。AI 最大誤會就係好多人以為算力係永恆資產，但 GPU 唔係樓，唔係土地，唔係可以慢慢收租幾十年嘅資產。GPU 係高科技設備，佢會物理老化，更加會被新一代晶片淘汰。舊 GPU 未壞，但如果新一代晶片性能更強，能耗更低，推理成本更平，舊 GPU 嘅經濟價值就會下降。呢個就係 AI 資本最大嘅天花板，資產未壞，但回報率可能已經壞咗。好多散戶聽到折舊會覺得係會計名詞唔重要，其實好危險。折舊本身雖然係非現金開支，但佢代表過去資本開支開始進入損益表。今日你用幾百億、幾千億去買 GPU， 現金已經流出，但會計上就分幾年慢慢扣。問題係，如果設備嘅真實經濟壽命比會計估算短，將來就有機會出現加速折舊，盈利壓力就會突然浮現。講白啲，今日市場獎勵你買 GPU， 但聽日市場可能懲罰你買得太多 GPU。所以 AI 資本擴張有一條好簡單嘅公式：新增資本回報率必須高過資金成本加折舊成本加技術過時風險。只要每買一批 GPU 都可以帶嚟更高收入、更高毛利、更高客戶黏性 ，AI Capex 就可以繼續擴張。但如果情況變成 GPU 越買越多，模型成本越來越高，推理價格越跌越快，客戶唔願意付足夠高價，舊晶片未折完已經被新晶片淘汰，咁 AI 資本就會由增長資產變成折舊負擔。呢個轉折點先係 AI 牛市真正嘅分水嶺，所以大家唔應該只問邊間公司買最多 GPU， 你真正要問係買完 GPU 之後幾多年可以回本。如果一批 AI 設備要5年折舊，但高毛利只可以維持2年，咁中間就會出現盈利錯配。表面上公司仍然高速增長，但底層自由現金流可能開始變差。呢個就係點解我話 AI 牛市最大風險唔係 AI 冇用，而係資本回收期太長。AI 當然有用，甚至會改變好多行業，但有用唔等於所有 AI 資本開支都有高回報。歷史上好多基建浪潮都係咁，技術係正確，但資本係錯配。鐵路有用，電信網絡有用，互聯網有用，但唔代表每一間公司每一筆投資都賺錢。AI 都一樣。未來市場會分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市場獎勵邊個買得最多晶片。第二階段，市場獎勵邊個最快將晶片變成收入。第3階段，市場至獎勵邊個可以喺折舊之前收回成本。我認為我哋而家正由第一階段慢慢進入第二階段，市場唔再只係睇你 Capex 有幾大，而係開始睇你 Revenue 有冇跟得上。下一步市場就會睇 Profit， 再下一步就係 Free Cash Flow。所以之後 AI 股會分化得好犀利，真正有平台、有客戶、有定價權、有生態、有現金流嘅公司可以繼續贏，但純粹靠借錢、靠估值、靠概念去堆算力嘅公司就會好危險，因為折舊唔會等你講反港股，港股其實更加直接受美債息同美元影響。香港有聯繫匯率制度，資金成本好難同美元完全脫鈎。美債息高，港元利率壓力就難以消失。美元強，外資就更容易留喺美元資產。如果美股、科技股因為折現率回來而波動，港股、科技股同高 beta 資產亦都容易受拖累。
所以大家見到港股成日出現一個情況，平但唔一定升得遠。點解？因為估值平只係條件，唔係催化劑。真正要升，需要美債息回落、美元轉弱、南向資金持續、內地盈利改善、成交回升。只要全球資金成本重新抬頭，港股嘅估值收復就會行得辛苦。所以而家唔係話見跌就一定撈，亦唔係話見升就追，重點係睇利率、美元、成交、資金流同盈利有冇同步配合。回到美股，我哋下一步要睇4件事。第一，10年期美債息會唔會繼續上？如果繼續上，科技股估值會受壓。第二，美元會唔會繼續強？如果美元繼續強，亞洲市場同新興市場會有壓力。第三，Fed 口風會唔會偏鷹？如果市場重新定價加息風險，成長股估值就要重新計。第四，市場講到有冇改善？如果美股只係繼續靠幾隻巨企撐住，而中小型股、周期股、其他板塊跟唔上，咁升市就唔健康。相反，如果之後就業同通脹數據開始降溫，美債息回落，美元轉弱，市場講到改善，咁美股科技股仍然有機會反彈。牛市未必完，但節奏一定唔同咗。以前係水浸式升市，買錯都可能升。之後係挑選式升市，只有真正交到數嘅公司先可以升。所以今集總結一句，美股最怕唔係壞消息，而係折現率回來。AI 最大天花板唔係晶片，而係折舊。韓股、日股、美股如果升得太集中、太急、太擠，就要小心均值回歸。AI 仍然可能係真革命，大型科技公司仍然可能好賺錢。韓國同日本亦都有結構性故事。但當無風險利率升、美元強、Fed 加息風險重新出現，市場就唔可以再用低息年代嘅估值去買未來。由而家開始，市場會更加挑剔。下一階段可以繼續跑出嘅，唔係所有 AI 股，唔係所有科技股，唔係所有韓股同日股，而係真正能夠用收入、利潤同自由現金流證明自己配得起估值嘅公司。記住，利率先係今輪市場真正嘅莊家，而折舊就係 AI 牛市最容易被忽略嘅天花板。如果你認同我早喺4月提醒2026年6、7、8月風險窗口，而家開始逐步印證，記得幫我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市場唔係每日股升跌，而係要早一步睇到資金成本、周期、估值同市場廣度背後嘅變化。我係小龍，下集再同大家拆解。以上內容只係市場分析同教育分享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投資前一定要做好自己風險管理。